喂，各位揸車嘅、返工嘅，瞓醒未啊？係咪仲瞇埋眼啊？聽住啦，單嘢勁過你杯凍檸茶。查落成單案真係令人眼突突。話說有個39歲嘅阿媽唔知搞乜鬼，3星期前將自己個 BB 女送咗入克里法克斯嘅醫院，點知救唔返。而家俾人告1級謀殺，1級謀殺啊！唔係你喺街邊踢到嚿石仔咁簡單㗎。喂，你估下點解？係咪因為而家啲奶粉貴到飛起，定係湊仔真係壓力大到爆煲？鬼知佢，總之警方就話佢衰咗，要告佢。嗱，你話湊仔係咪真係咁攞命，搞到要攞自己個女條命？講真，我哋每日營營役役，為咗乜啫？咪又係為咗頭家，為咗下一代。點知有啲人竟然咁樣對自己嘅骨肉，真係令人心寒。我諗起我屋企隻金魚，我日日換水，佢都仲係死咗。我諗我都比佢好。嗱，而家件事搞到咁大。查落成啲警察叔實頭都痛埋，又要查又要告，仲要應付班八卦記者。不過呢，佢哋都習慣晒啦。你估下單案會點判？唔會係罰佢掃地30日啩？好啦，講完單咁鬼些嘅新聞，希望唔會影響到大家嘅心情。記住，開開心心返工，平平安安返屋企，千祈唔好學壞人。唔係嘅話，警察叔實請你去飲咖啡㗎。到時唔好話我冇提醒你啊！拜拜。喂，各位聽眾早晨，尋日單嘢真係夠晒爆，你估下邊個被人話係恐怖分子？竟然係加拿大新民主黨個大佬 Jack Mitzing 喎。話時話 Saskatchewan 省有個議員，唔知係咪食錯藥，定係朝早起身冇刷牙，竟然公開話佢係恐怖分子，哇！簡直係笑死人唔使本，大佬啊！呢個指控嚴重過我哋茶餐廳阿姐話我哋冇俾貼士啊！簡直係侮辱緊全國人民嘅智商，唔通戴頭巾就係恐怖分子？咁我哋啲師奶阿婆咪個個都係 ISIS 嘅潛在成員。講返正經嘢，數據顯示近1年嚟，網上嘅假新聞同埋煽動性言論嘅數量增加咗50%，即係話我哋每日都要面對多1倍嘅廢話。呢個數字仲恐怖過我個銀行戶口嘅結餘啊！好啦，講到尾。呢單嘢反映出政治世界真係乜嘢騎呢嘢都有，不過最慘嘅都係啲細路。如果大人成日喺度亂咁噏，咁啲細路咪以為真係咁，長大咗咪變咗個個都係鍵盤戰士。唉，真係為佢哋嘅前途擔心啊！講多無謂，不如買個菠蘿包食下先。喂，各位街坊，早晨啊！聽講琴日美國海關又喺邊境搞震，話咩查緊啲加拿大嚟嘅卡片，查卡片啫，使唔使搞到好似拍緊國產007咁啊？唔通啲卡片入面藏咗咩絕世武器，定係寫咗我愛你3個字要告佢哋間諜罪？嗱，根據唔知邊度嚟嘅統計數據顯示，其實9成9嘅卡片都係用嚟溝仔溝女或者推銷保險嘅。你估真係有人會用卡片嚟炸地球咩？可能海關啲人太得閒，揾啲嘢嚟過下日神啫。講開又講，美國佬不嬲都係咁，成日疑神疑鬼，好似驚死有人偷佢哋啲自由空氣咁。但係呢，佢哋啲自由空氣好似又唔係幾值錢喎。咁多人走佬去加拿大，真係奇過農曆7月。不過算啦，人各有志，可能佢哋覺得喺加拿大食風葉糖漿仲開心啲。總之呢，各位街坊過關嘅時候記得帶齊身份證明文件，費事俾人當係國際大盜咁盤問。話唔定下次佢哋要檢查你哋啲底褲，睇下有冇藏咗咩秘密配方呢。真係諗起都覺得好笑。哇！早晨各位街坊，聽講多倫多藍鳥隊使咗5億美金，簽咗個14年長約俾佢哋嘅頭號重炮手小古雷羅。哇！5億美金啊！呢啲咪就係傳說中嘅有錢就是任性癲，14年啊！簡直係將成個職業生涯都賣俾咗藍鳥隊。咁樣計落，佢每日嘅工資都唔少嘢，夠我買幾百個叉燒包嘆下。唔知佢啲錢點樣使呢？買樓買遊艇，定係買起成間藍鳥隊？話說回頭，呢個價錢喺棒球界都算係天文數字嚟啦。嗱，我哋試下計數，5億美金除以14年，再除以162場常規賽，最後再除以平均每場打4個打席，咁即係話小古雷羅每企上打擊區1次都值超過50萬美金。喂，一棍揮落去，成間屋嘅首期都冇咗。嗱，簽咗呢份天價合約之後，小古雷羅嘅壓力肯定山咁大。如果佢打得唔好，恐怕就要俾球迷遞到落地獄地。不過呢，我相信佢一定會化壓力為動力，幫藍鳥隊攞多幾個世界大賽冠軍返嚟。唔係嘅話，真係對唔住佢份糧癲。總之呢，呢單新聞就證明咗一樣嘢，喺北美呢邊，只要你有實力，真係可以名利雙收。
不過呢，喺香港，就算你醒過諸葛亮，叻過李嘉誠，都可能只係一個打工仔，人比人比死人啊！希望小古雷羅之後嘅表現唔好令大家失望啦。如果唔係，藍妖隊啲老闆真係喊都無謂。喂，各位街坊，早晨啊！尋晚加拿大女子冰球隊又威啦，喺冰球世錦賽決賽度，好似打小朋友咁，打到美國隊瞓低唱國歌。嗱，你哋諗下，班美國隊員平時串鋼，而家咪要眼濕濕咁睇住加拿大升旗咯，真係大快人心。不過講真，呢個世錦賽其實係加拿大奧運選秀會啫。班女仔咪好似古惑仔爭位咁，個個出盡乸力，想搏個去意大利嘅機票咯。聽講教練團帶埋放大鏡，逐個 check 睇下邊個夠薑、夠搏、夠癲。數據顯示咧，加拿大隊嘅平均顏值高出美國隊0.001分，所以贏波係必然嘅。再計埋個主場氣氛加成，乘以個冠軍光環，除以美國隊嘅失誤率，再開多次方，得出嘅結果就係加拿大贏硬，係咪好科學呢？總之恭喜加拿大。不過我哋都知贏完呢場，班女仔又要繼續操練，仲慘過做茶餐廳學徒。希望佢哋到時喺奧運都可以繼續咁威，唔好淨係識得喺冰上面劣低啊！唔係嘅話，我哋就下次再笑佢哋。哇！各位早晨，你哋估下我琴日喺多倫多見到乜嘢？一隻餓到發瘟嘅胡謅，竟然夠膽挑戰成班加拿大鵝，你冇聽錯，係成班好似睇緊動物世界版嘅古惑仔咁場面飛冚到呢。嗱，講起呢啲加拿大鵝啊，平時喺公園扮晒大佬咁款，寸步不讓，惡過差佬，但係遇到隻餓狐狸，即刻變晒驚弓之鳥，雞飛狗走，簡直係老虎唔發威。當我係 Hello Kitty 嘅最佳演繹，有統計話多倫多今年嘅狐狸數量增加咗2成7，但係鵝嘅數量就冇乜點變，咁即係點？即係狐狸嘅競爭壓力大咗咯，要揾食咪唯有搏命咯。呢個世界唔努力啲，連隻鵝都恰你㗎。總之呢場狐狸大戰加拿大鵝嘅鬧劇，證明咗個道理：無論你係乜嘢動物，喺多倫多生存都唔容易㗎。聽講嗰隻狐狸最後空手而回，睇嚟今晚又要捱肚餓瞓覺啦。唉！真係慘過返印度，唔知遲啲會唔會進化到識得喺 Uber Eats 落單呢？講下香港新聞先。喂，各位打工仔、揸車嘅大佬，聽住啦！朝早流流就聽到單禁嘅嘢，真係醒神過飲10杯齋啡。話說嗰位永遠都啱嘅美利堅總統又嚟了啦！佢話有75個國家排住隊敲佢門，求佢解決關稅問題喎。75個國家啊，多過我哋喺茶餐廳叫餸嘅選擇，所以佢老人家就大發慈悲，施捨咗90日嘅免死金牌俾某啲國家，即係話俾你哋潛下氣，準備定彈藥，90日之後再嚟過。香港廠商會嗰位盧會長就話呢90日對某啲國家嚟講，訂單可能係會多啲嘅，但係佢就提醒大家小心駛得萬年船。嗱，聽到未？小心，呢個世界變得快過火箭發射，今日話減，聽日話加，後日可能直接話唔玩啦。所以簽合約嗰陣記得寫清楚，如果關稅變咗，邊個負責埋單？唔係嘅話，到時喊都無謂。咁香港會唔會放棄美國市場呢？盧會長話長遠嚟講，梗係要減少依賴啦，唔可以將啲雞蛋擺晒喺同一個籃度嘛。以前8成、9成生意都靠美國，依家咪分散投資咯。東盟、南美、中東、一帶一路，總之邊度有着數就去邊度，唔通仲要喺拋樹上面吊死咩？唉，講到尾都係嗰句，呢個世界變幻原是永恆，大家做好自己，袋住啲錢護身先至係最實際嘅，唔好諗住靠邊個救你，靠自己先至最穩陣。好啦，聽完呢單嘢都差唔多返到公司啦，記得打醒精神，努力揾錢，唔好俾人睇死啊！聽日同一時間再見。喂，新界北班差佬又發功啦，搞乜鬼力場行動？聽個名以為捉緊乜嘢超能力罪犯，點知係班洗黑錢嘅友仔，3億喎！喂，你估係街市買棵菜咩？咁多錢夠我買成幾百棟樓收租啦！班友仔真係當銀行係自己屋企嘅提款機，撳到手都軟埋。拉咗6條友，仲有骨幹成員添，哇！唔知係咪練過鐵頭功咁硬頸？不過點都好啦，希望今次可以查清楚啲，唔好又係捉埋啲蝦兵蟹將，放走啲真正嘅大鑊。唔係講笑，咁多黑錢喺市面流動，搞到物價飛升，我哋呢啲打工仔真係慘過食檸檬。唉，
希望佢哋可以將啲錢攞返出嚟，分返少少俾我哋就好掂。喂，各位揸車嘅朋友，聽住啦 Dash 嗰個乜嘢的士 app， 咪就係想搶飯碗嗰個，話有4000個司機登記咗佢哋個平台敲。喂，大佬，4000個聽落好多咁喎，但係香港幾多部的士啊？咪即係九牛一毛咯。仲要話有1000個司機用咗佢哋個智能咪標，唔使手動入數。哇，咁犀利，咪即係遲早連你哋揸車都唔使揸，直接 AI 搞掂咪算咯。到時你哋咪變咗免費勞工喺架車度扮鹹魚咯。不過算啦，咁多 app， 最緊要價錢公道，唔好成日玩浮動收費，變相搶錢，咁就係彌陀佛啦。記住，唔好貪方便，俾人賣咗都唔知。嗱，依家朝早流流，記得飲啖茶先開工啊！喂，醒醒啦喂，瞓到變化石啊！講大班醫生仔又搞震，唔係變魔術，係整咗啲乜嘢光敏混合型乜愛嚟睇，簡稱蟹肉梳芙呢，專劏啲癌細胞，聽講好似攞把激光劍咁，懟冧啲癌細胞，仲要放出啲信號彈，等埋班免疫細胞嚟執雞。實驗室啲白老鼠同埋啲倉鼠仔就話冇乜副作用，仲生猛過李小龍。嗱，雖然唔知堅定流，不過都係癌症病人嘅一線曙光啫。唔好諗住食粒蟹肉梳芙你就醫好，記得聽醫生話，唔好亂嚟，分分鐘醫唔好個病，仲變咗燒賣就避間火啦。以下係多倫多天氣。喂，聽講今日多倫多氣溫最合得0.6度，冰到你懷疑人生，凍到企羅都話要返南極嘆世界。天文台話陣間有60%機會落雨夾雪，又話有陣風仔吹到40公里咁快，哇，簡直係用龍捲風級數嚟形容微風。嗱，紫外光指數就4，算中等啦，即係曬唔黑你，但又唔夠白雪，認真陰功。總之，出街記得着夠衫，唔好學啲韓星咁要靚唔要命，凍親就真係攞嚟衰噶啦。聽日見。